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6月20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第一条消息，总统蔡英文昨在科芬海根民主高峰会经过影片发表演说，分享台湾的防疫成果甲民主经验。蔡英文表明，民主国家该当利用经济力量固守民主。在总统第2任期内，伊会继续发展台湾的民主，加强甲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Let me now introduce the woman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主持人以总统介绍蔡英文出场伫第3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讲。蔡总统先分享台湾对抗疫情的经验，强调台湾经验显示，无需要牺牲民主，也成功对抗疫情，也可用帮助其他国家。It was therefore all the more disappointing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ut politics before health and failed to invite Taiwan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at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Assembly. Nevertheless, 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any country that needs our help. 蔡总统表示，台湾的各项措施应有效控制疫情，更进一步帮助别人。At the end of January this year, Taiwan was producing less than 2 million face masks per day. By the end of May, our daily production topped 20 million. As COVID-19 has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we have donated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to over 80 countries, including more than 52 million face masks. 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是由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主办，是强化民主论述重要国际论坛。蔡总统的演讲也讲到香港情势，强调别人捍卫自由，咱袂当保管。Just weeks before the 23rd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ecessar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蔡总统表示，今年1月选举结果证明，维权势力攻击只会强化咱捍卫民主的决心。根据议程，蔡总统致辞了后，美国国务卿庞贝奥、后边执委会副主席尤诺华也以录影或者是视讯方式参加会议。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人事提名案本地案算伫昨公布，煞临时取消。就是有风声指出，是因为提名前台东县长黄建庭任副院长，争议不断，引起各党反对之势。也国民党甚至要掠党纪甲处分。黄建庭开声表示，伊会接受提名是希望台湾社会更加和谐。不过，若无国民党的祝福，伊甘愿退出提名。我要坦白讲哦，我会被提名。我自己非常意外，谢谢总统的肯定。调岗出面向媒体澄清，前台东县长黄建庭因为传出会被提名为监察院副院长，这项超越党派人事案引发各界议论。原定19下晡3点，总统府要宣布，不过临时通知取消。黄建庭随后调开记者会，强调若是无所属政党国民党的祝福，也退出提名。我之所以接受这个提名，是希望我能够扮演一个促成社会和解这样的角色。我自己认为，以我的历练，可以在这个职务上面做出贡献。我要说，如果这个提名案得不到国民党的祝福，那我会退出。黄建庭向国民党温情发话，不过因为接受执政党职位却是无事先通知，党部已经真紧做出停权处分。党主席江启臣也强调，民进党无事先的政党协商，国民党更加表示，监察院提名人应该爱主动提出政党才接受。医生得到民进党支持，明显已经无祝福。尊重他个人的决定啊，但是这一切还是依照我们党纪的相关办法来处理。那国民党无支持，民进党甲其他政党也有反对声音。黄建庭在县长任内，因为美丽湾案件引起争议，做立委任内更加开设收受回扣。因为民进党内部反对声音真大，黄建庭的人事提名被按下，拍乱原先规划布局。黄建庭曾经涉嫌过贪污，适合当监察院副院长吗？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前副院长单机卖饼高雄市长的补选请示已经生效。行政院第昨公布新人事，经济部长沈荣津升起来做行政院副院长，也经济部交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花，双人拍算伫6月20顶报交任。
但期嘛请示副院长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行政院公布上新的人事，因为伫咧疫情的期间，带领翠岩国家队表现了真好的上强乌子赏，也就是经济部长沈荣津接任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伫咧经济部服务38年，为基层做起，做过工业局的局长、经济部的处长到部长。忙伫咧刷落来，振兴国家队当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在1个月之内完成60台口罩机的组装，那后续32条新增口罩产线，沈副院长的功不可没。未来呢，苏院长希望沈副院长对业界的娴熟程度，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耕耘，可以成为有政府拼经济的最佳助手。咱若经济部长嘛由现任的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来接。王美花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伫咧经济部财政局服务要20年，为局长做到经济部的处长，筹备监督甲推动智慧财产局的组织条例修正法，还佫有专利法修正案。伫咧对外经贸的方面嘛真熟手，伫疫情期间负责统整物资，做落来伊会用伊法律的专长，甲经济法规的环境做甲佫较周至。王美花部长同时也是法律人，对于涉及产业许多法规调整有独到的想法跟见解。苏院长呢，一向是拔擢9任公职，那从基层做起的优秀公务员。因为王美花的翁婿是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口传讲人事是有所考量，不过行政院是澄清讲，王美花做公职真久啊，甲翁婿是啥物人并无关系。即马王美花接任经济部长，嘛替内阁增加一个女性的首长，工商团体对这项人事案嘛真懊恼，认为会甲国发会主委蒋明鑫组成铁三角是真值得期待。沈荣津甲王美花按算会伫20早起做交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来看《苹果日报》，前总统就解释，甲蒋经国日记当中有侪国家机密重大政策。小人日记的所有权引起争议，昨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就解释甲蒋经国日记、甲总统任内文件所有权交归国史馆。来看《中国时报》，月议题模拟定150号起的主要成分。Rintodai 第一间目前超过标准，但即时回收。目前台湾计共36款胃药啊使用 Rintodai， 食品药物管理署按8月决定，敢要全面禁止。上尾是自由时报，台北医学大学研究发现，女性若伫9月至12月有欢喜，但有伫过当年7月到10月顺月这中间出世的囡仔，较高得到郁症、高血压，妈妈嘛较有高血压的风险。3位医学家研究细胞激素促进抗发炎生物药剂的研发，部分药品阁受到证实讲对武汉肺炎的治疗有助赞，因的贡献得到第4届铜奖升级医学奖。肺炎疫情伫全球一直拖，确诊人数也一直增加，也互相关药物疫苗研发备受关心注意。第4届铜奖公布升级医药奖项，3名获奖医学家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甲细胞激素、促使抗发炎的生物制剂这药物研发有关系。COVID-19， 我想各位也知道，大概10%的左右，它是比较严重的。这3种细胞激素为标的的生物制剂，在这个治疗细胞技术风暴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潜力，与世界各地皆有进行中的临床实验。3位得奖者马克·费尔德曼、查尔斯·迪纳雷罗，也有岸本忠三，因分别发现细胞激素内底的肿瘤排斥的因子，钙倍数1加钙倍数6，伫发炎反应的关键性。强中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真侪自体免疫，也是发炎性疾病患者用药。部分药品在这波疫情中被证实有效。Also very glad to receive this prize together with my old friend. I thank all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interleukin-1 in both health and disease. It's my pleasure to record this little video. 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receive a Tang Prize? And the answer is very nice. 过去每一届拢会邀请得奖者来台领奖的铜奖，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只好挽距离连线。对18开始陆续公布获奖名单，这阵永续发展升级医药已经颁发完毕，而汉学家发的奖项会在22日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伫桃园的海埔发现一个7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新尸，拍算是爸母虐待致死，将这对爸母和警察依法上班。
警察局表示，查某婴仔的爸母是因为囡仔吵闹记载袂了情绪来失去控制，下动手甲查某婴仔拍死，将囡仔身尸弹伫海埔，也一对心肝浓毒的爸母打予警察依法上班。伫宜兰这带沙埔，互人发现有不明的金属物体垫伫遐。金属物体顶头阁写有简体字。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判断，无的确是中国的火箭废品。嘛有运输专家认为，嘛有可能是飞弹的外壳。伫咧海沙埔顶悬有一个半圆形的金属物件，外壳明显有臭灰带痕迹，内部是一格一格芳寿形的结构。顶悬佫发现有手写的简体字。经过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分析了后，查到指出，无排除讲是中国发射测试的火箭残骸。它可能是火箭的残骸，机会比较高。上面写的中文的简体字，跟我们在台湾习惯用的繁体字完全不一样，所以很明确的看得到，应该是对岸的物体。运安会表示，那就是中国的火箭残骸超2.4公尺长，16出现伫咧宜兰纵位的海沙埔顶悬，残骸结构算是材质较轻的复合材料，甲民航机外观的铝合金也是钛合金无共，而且嘛无生产编号，所以排除金属物是航空器。推断是中国试射火箭了后，残骸经过海流流来台湾。若是军事专家是认为，以外壳来分析，嘛有可能是飞弹残骸。发射的时候，弹道飞弹跟运载火箭在角度上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性啦。但是如果是中长程的这种弹道飞弹，它本身也还是垂直向上发射的。它扣掉装载的这个部分，其实弹道飞弹跟运载火箭是相同的东西。另外，施浩伟嘛推测，残骸是中国2年多进前由海南岛发射，伫咧飞过程当中落入去菲律宾海，经过海流才来到台湾，甲对方最近所做的军事行为关联性并无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若是夏至，明仔载阁看有天狗假日日宽食。嘉义县甲嘉义市是上好的观测地区，两边地方政府甲观光业者拢推活动，空军阁会使战斗机通过空中造气氛，就是要吸引民众来嘉义眼界一个这100年难得的天文奇景。战斗机飞过塔壳顶，互看到民众拢相当的欢喜。空军第4联队配合着嘉义县市政府6月21号10日的活动，会安排2场战斗机的演出。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嘉义的水上空军基地，能够有 F-16的战机来帮我们冲场的演出。大概在4点50分左右我们就会飞过我们北回归线的上空。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相机准备好，那抓到最难得一见的镜头。10日的天文奇景无看到，都要搁等将近200年，所以即届会用看到10日的县市，亲像云林、嘉义、台南等县市，全部拢真用心，配合推出优惠，刺激人气。在饭店就可以看到日环食，我觉得非常的棒，不用人挤人这样。即马拄啊蚵啊当上肥当肥，拄啊北方过路来当肥当好食。10日的发生主要是为量行甲太阳甲地球之间炸着太阳产生10日的现象。推广天文研究的老师就呼吁大家爱把握这个难得的观测机会。下一次如果要在台湾再看到日环食的话，就要再等到2215年。好，那这个是所以今年的6月21号日环食，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是相当珍贵的一件事情。6月21号，嘉义县市拢举办各种活动来吸引游客，希望透过观赏10日奇景的机会，提升在地观光产业的收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未少县市气温拢超过37度，地区用电上重。台湾电力公司表示，会依法甲台中发电厂的2号甲3号机组切落去放调度供电。不过环保团队表示，那这是无必要。日头赤炎炎，实在是热甲。伫咧花莲封闭的北回归线公园，有各旅团的游客来遮佚佗，不过大概是包甲密，因为遮尔啊悬的温度，实在互人叫要制载袂掉。我朋友想要拍照，我在1-2处帮他拍。所以你不想站到外面去就是了。我太想。根据气象局观测的资料，19下晡3点半为止，上关温伫咧台东台埔有37度6，第二关温伫咧新北的双溪有37度4，也若伫咧花莲光复、甲宜兰台东嘛拢超过37度。排第5的是台东的关山。另外，气象局嘛对10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灯号，其中花莲是红色的灯号。
纵谷受不到海风的调节或是风的调节所以它基本上风的调节就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又是高压楼，你知道？因为最近全台湾连续的高温，6月18为止，已经有314个人次因为出现热伤害去予医生看，用电量嘛创下今年的新高。根据台电的统计，19上悬的用电量出现伫咧下晡1点50分，用电量创新高。台电表示，会依法甲台中火力发电厂第2甲第3號的機組納入去供電的調度。我们不可能有10部机同时运转，那有的机组状况不佳的时候，就需要做调整。我们会挑状况最好的机组上来发电。台电表示，尖峰用电量继续伫咧增加，按算7、8月尖峰用電量可能會達到上高峰，也若2台機組會當增加110萬千瓦。來增加電力調度的空間，也若重新啟動2台燃炭的機組，造成的空氣污染，唔能互台中人煩惱。環團認為講，無需要擱提高備轉用量率。這個備轉容量率的時間，1年當中只有200個小時，也就是說，它在365天當中，它只有佔8天，所以它不需要因為這樣子少的時間來去啟動。環團指出，根據東海大學的民調，有7成的民眾無贊成重新啟動，用電量出現上懸的，逐工差不多敢若有2點鐘至3點鐘。目前備轉用量率也閣有夠陰影，無需要提升到10%。雖然重新啟動的時間也未決定，不過呼籲台電應該要謹慎來考慮。記者綜合報道。來講5日節4929，台灣高鐵表示，連續假期中間的車單已經核加了，車幫會閣再加4紙來應變。也因為這回高鐵無開放自由座，但交通部只是代替甲客運叫到上班來小偷人陣。因為考慮到防疫，高鐵伫咧5日節假期攏對號入座。雖然已經甲34台列車，其中的33台調起來服務，不過也是無夠用。高鐵19拜5宣布，連假的期間會閣加開4班車，差不多是運量的上限。交通部要求代替甲客運的業者，要做好倒數運的準備。端午節當天6月25號的部分，在傍晚18點以前，這個目前自強號的中長程座位都已經售完。建議旅客在其他的離峰時段，其他的譬如莒光號跟自強號還是尚有餘座的。台鐵表示，今年5日節連續假期訂票的情形比去年還佫較濟，差不多增加2成至3成。因若公路總局分析省道嘛會出現一波要出去佚佗的車陣。目前花東甲墾丁伫咧5日節連續假期的訂房率攏超過9成。台一線的水里寮到豐港的部分會有這個調撥車道，那麼南回的部分呢，我們也會有一些車道管制的一個作為跟號誌管制的一些措施啊。在蘇花改的部分呢，我們也會把相關的道路上的資訊啊提早的告訴用路人，同時呢，我們也會做一些旅行時間的預測。公路總局嘛要求長途的客運業者要準備好勢，按算5日節試運期間。逐工會開9600班的車次，輸運差不多32萬的旅客。目前5日節連續假期，自運的票已經超過15%，比往年佫較懸。到時會機動輸運北華線客運的業者，佇咧5日節迄天半暝3點到過當天中晝12點尖峰的時段，改行輸運的路線，利用分流降低塞車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來看國際消息。中國北京武漢縣的本土病例是直增加，但病毒閣喚起4變的新分。疫情是一日嚴重，也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北京7大病毒的基因，強調病毒是按歐洲回來的。6月18日，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5例，完成調查的21例確診病例均與新發地市場有關聯，4例正在流調中。北京疫情繼續佇咧滾價，10新增加確診有真濟甲新發地批發市場有關係，其中8人就是新發地附近參觀的員工。官方無建議民眾食對新發地市場所採購的海產，也是豆仔類的食物。若是北大國際病院一個護士嘛，因為接觸確診患者來感染，表出依賴感染的狀況。若是北京總共有183個確診患者送去北京的第大病院，其中已經有重症13個人。毋過中國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強調講，真濟省路已經採取隔離。北京嘛是同款，無必要收過頭防範到北京來的人。像這個安全碼呀、大數據呀，都能夠呢對每一個人的這個行蹤啊進行這個總結，進行風險評估，而不是呢1到7，一旦你北京出現病例了，有一個高風險區，你整個北京市就採取這樣一個強制的。
吴尊友嘛指出，详细研究发现，市场卖海产的感染人数比其他类型的人数佫较济，初步判断温度较低、湿度较悬，适合病毒生存。流行病学专家一直强调，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中国疾控中心18嘛向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发布北京市病毒基因组数的资料，而且强调研究结果显示，病毒是对欧洲来的，啊毋过比欧洲即马流行的病毒佫较老，可能潜伏伫冷冻食品内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这边，澳洲总理开言警告，因国内直受网络攻击，攻击结果着罪。虽望澳洲总理无破白攻击是按倒位来，毋过都有专家指出，这款网络攻击明拄明就是中国发动。澳洲总理莫里森19提出警示，要求各级单位、公家甲民营的机构等等，拢爱加强防护家己的网络安全。Australian organisations are currently being targeted by a sophisticated state-based cyber actor. This activity is targeting Australian organisations across a range of sectors, including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education, health, essenti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operators of oth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莫里森并无指出是虾米人发动攻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这篇董事詹宁斯认为讲，真明显就是中国。伊表示，中国发动的几率有95%，甚至佫较悬。而且讲，中国一直对澳洲政府甲企业的运作、政策的制定，也佫有由虾米人来做决策的人，中国是一直拢真有兴趣。We know it is a sophisticated state-based cyber actor because of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the targeting and the tradecraft used. There are not a large number of state-based actors that can engage in this type of activity. 莫里森表示，18暗时已经甲英国首相强生讲到，澳洲最近几个月受到网络攻击的频率愈来愈侪，而且寻求甲国际情报分享团体五眼联盟来合作。也若澳洲政府进前邀请几20个国家做伙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引起中国的不满，致使两边的关系嘛拍歹。另外，2019年初，澳洲主要的政党甲议会嘛受到骇客的攻击，因同款怀疑是为国家级网络骇客行动来的。不过，坎培拉当局迄当阵是拒绝对这件代志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香港荃湾一间店头因有藏有民主女神的像，连拢像顶顶互人看做是反政府的象征。地司出头家以违反契约要求移除。这件代志是引起未少香港民众的关注。荃湾如景新城的囡仔衫店 Tricky Duck， 18这间店里拢是人，大家拢无愿伫甲店门口的民主女神像翕上灯卡，而且用纸条写各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话，搭伫咧店里这面连拢墙面顶。想唔想多啲你？點解嘅？因為有個民主女神像。即係等小朋友同埋我哋大人都好啦，可以帶到呢個信息俾我哋嘅下一代咯，等佢哋知道其實喺香港言論自由同民主絕對係對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價值觀嚟嘅。Tricky Duck 伫咧香港有13間分店。今年56歲，頭家周曉亮因為想要宣傳民主意識，16父親節這天伫咧荃灣的分店設一座2公尺懸的民主女神像，還有連儂牆甲啥物是民主之類的囡仔冊。過兩天就引起第三管理公司來函，內容引用租約內底條款，講店內底裝置需要得到業主的同意，無提到許可的狀況之下舉辦展覽是違法，嘛是超出稅處用途的行為，要求周曉亮甲這個展覽品拆掉。這件代志佫引起中國黨媒環球時報旗下環球網批評，用佇咧內地錢頭有夠啊做主題指出，這間囡仔衫店內底藏的是暴徒的雕像。And I hope my first voice as a businessman would create the second voice. And the third voice, and the fourth voice, and eventually business people will come out and tel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these things are wrong. And pause, don't do thi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周曉亮這間店面的租約甲這個月就到期，伊甲業主如景新城管理處是排伫19會面進行協商。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最後來看今仔日的天氣報。北部地區上加27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4度；
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这边上加26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呵，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清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面单。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要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掉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有当时啊，你要写一寡歌，你要写这土地物件，你无用台语的时阵，你感觉上怪怪嘛？我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个我一世人感觉做了上对的。公司台语台，这是公司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